請卓佳佳小姐。大家好，我係卓佳佳。咁呢兩日都好多唔同嘅市民朋友嚟到立法會發言啦。咁聽到有村民，亦都有市民啦，亦都有啲支持發展嘅鄉紳或者所得相關嘅既得利益者啦。其實呢事件嚟到呢度，我相信雙方對於發展或者支持或者反對都講咗好多嘅有感情嘅原因啦，有理性嘅原因。喺呢度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句説話，就係嚟自北美原住民部落伊洛夫部族。佢第一句説話係咁嘅：我哋所擁有嘅一切大自然啦、資源、身邊所有嘢，其實並唔係由我哋嘅祖先遺傳俾我哋，而係我哋向我哋後代去借用嘅。如果大家明白呢一句説話嘅意義，就會知道其實我哋每一個人，無論你嘅宗教信仰如何，我哋都不能夠否定嘅事實就係我哋嚟到呢個地球上，然後有一日我哋會離開。走嘅時候，我哋帶得走啲乜嘢呢？而我哋對於一個地球要造成啲乜嘢影響呢？今日我哋去反對東北發展，理據其實好多朋友都已經講咗啦。人口政策、經濟政策、農業政策，政府到底係點樣嘅呢？依家係完全無規劃可言嘅。咁呢啲都講得好清楚啦。咁到底大家想點呢？依家立法會都有啲討論去講到話，係咪俾多啲賠償安置、搬村，即各樣呢啲，係咪咁樣就可以令村民離開呢？我成日都諗起唐伯虎點秋香，大家都有睇過啦。電影嘅個橋段就係話上唐伯虎去到渡頭啦，跟住阿船家就話啦：客官上船啦，架船最快㗎。咁咧，唐伯虎當然上咗船啦。結果呢，架船不但止冇前進，仲越撐越沉，越撐越沉。唐伯虎梗係嬲嬲地啦，就問阿船家：喂，你又話最快嘅？係啊，最快沉啊嘛。咁到底依家香港政府包括一眾高官局長帶緊香港去邊度呢？你而家不斷就係想講架船要出發啦，架船要出發啦，大家上船啦！支持發展嘅人、囤咗地嘅人、買晒地嘅人上船啦，但係嗰啲阻住發展嘅村民，唔該你落船啦，你踢咗佢哋落船。但係架船出發之後，到底香港去緊邊度呢？我哋係去緊一個更加幸福嘅彼岸，定係一個貧富更加懸殊嘅境地呢？我相信大家都會有自己嘅答案。香港喺過去30年係從來冇一刻停止發展嘅。如果大家繼續去起樓，係會令到大家都更加可以安居樂業嘅話，點解依家我哋有20萬間空置房屋？到底香港樓價咁貴，係咪因為真係你所講嘅供應不足？我相信大家只要有睇過數據，都會有好清楚嘅答案。其實我唔知道高官局長們，尤其是係陳先生，我知道佢感受到好多壓力啦。我都想講，其實村民每一日都係同樣受住好多壓力嘅。大家都係喺呢啲壓力當中，但係其實我哋係有選擇，可以選擇一個不一樣嘅未來。好，時間到啦，請下一位。